海内外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粤剧演员赵志刚。嗨，大家好，我是粤剧演员陈实，非常高兴通过网络我们又见面了。美国海外粤剧联盟由粤剧宗师王文娟入室弟子巫素飞，著名低音提琴演奏家李英发起创立，有一群活跃在海外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原专业演员及资深票友组成，志在传承经典戏曲，弘扬国粹艺术，特别是近年来东西两岸的粤剧交流已经有着深远的影响力和推动力，也使得在海外的各位观众对粤剧、对戏曲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熟悉。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美国海外粤剧联盟演员们与美国中华国乐团联内为大家带来的精彩演出。来自于中美两国的各个领域的艺术家，还有年轻人在一起，能够用他们的文化来把我们这个美丽的剧场变成一个艺术的殿堂。我希望各位今天晚上都给每一位在舞台上呈现他们艺术的每一位的朋友们，给他们热烈掌声，更多的鼓励，能够让我们这个传承杯不仅是在这一次能够取得圆满的成功，而且未来的每一届都能够越来非常优美。苏菲，我非常喜欢她唱的那个粤剧啊，特别是她也是我们洛杉矶地区的林妹妹，是吧？也算是王文娟老师的传承人啊，所以每次听到她唱那个，我都觉得非常的亲切啊，也想到儿时的时候看的那个这些王文娟演的这些粤剧啊这些。那么我觉得中华文化需要传承啊，中华文化也需要传承，也需要跟其他的文化交流。所以我想我们的艺术家们在这儿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特别是从2018年举办首届的活动到现在坚持4年举办的活动，为这个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And we're on a cultural performance with Sophie Wu, director of the organization, to come together to bring these magnificent artists here to present their music and their singing. Morana Cultural Performance is focused on innov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folk music. We will see a Chinese orchestra
next gen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artists. 好不好？在海外宣传自己，所以这里自己，好吧，祝你们成功，谢谢大家。将始终不忘初心，以使命感、责任感建立你再次系统文化自信。相信传承微这个文化品牌将在洛杉矶、全美国乃至全世界能够熠熠生辉。
现实作孽啦！人家嘛，有的怕无人接替，我嘛有的也有人接替。就是上至3个儿子，眼头眼脑不成大器，讨进两房媳妇，一个叫早日出版，一个叫论坛读过，一日到夜叽叽喳喳，相骂不断。突然一眼不灵，还想做当家人。真把我弄得头昏脑胀，走投无路。现在啊，我只有那3子杀宝宝新郎当孙辈，定好把我讨进一个聪明伶俐的媳妇。听人家来动话。5姊妹，一个叫张苦的囡张九斤，伊是相貌好，肚才好。要是能够帮我做第3房的媳妇们呐，我这个300亩的田地，可以帮我只一定家头亲，一心协望。故事们要是碰到张古董，我协同一代上一斤。到大寨。里面的张师傅来懂吧？张师傅张师傅开门，外头啥人啊？是我啦。喏，你有没有家生？我们有只灵，阿子阿哥都有名。侬哪个没名字啊？别一被淘气大寨，那我的名字啦，要用顺不顺的啦。跟侬讲嘞，我算算看。根本侬听懂。1对半，2对半，3对5升4对半，我这连名连姓在衰败，叫侬姑娘自家孙啊！侬是12点王是吧？侬哪个晓得个叫？我毛酸酸的呀。毛酸酸啊！一定是秋瑾姑娘同在。里面个姑娘。干么侬叫说个名字啦？我的名字啊，还要算哦。干么侬讲嘞？我倒算算看。干么侬听懂？哦。1斤半，2斤半，2只4两3斤半，我是连名连姓在城关，咱你一天话侬是侬就是秋瑾姑娘啊！啥你电话？干侬到俺屋里来做啥？我是叫那爷到俺屋里帮我看东去。那是侬来不着嘞？俺爷出门去做跑香啥一起来？搿不要紧的。那爷回来，侬同伊讲，就讲12点王来过在，叫侬到啥个屋里看东去。搿么那屋里来到哈里呢？俺屋里呀，搿么侬听懂？
富士门，山岸龙门过夜人。前面有点闹盈盈，后面又是浪清清。再过一座来过门，门前两个鬼门人，一律要里拉往里登十七八把吊走到头顶。伊无须趁拉当头精神，天好像排着滚热，礼佛要晚来吃呀，礼佛要面上困，就是我啥家鬼门我晓得嘞。呀，侬晓得的？搿侬倒讲来我听听看。喏，山岸龙门嘛，就是一定山岸石桥呀。前面闹盈盈嘛，是读书的书房；冷清清嘛，是祠堂；来过门嘛，就是一座圆圆的月洞门。两个鬼门人嘛，就是那屋里两棵棕榈树，是不是啦？咦，九金姑娘，那侬到俺屋里去过噶？去是没去过，我是冒猜猜的呀。咦，又是冒猜猜个，聪明个，聪明个，让我再考考伊哦。哎，九金姑娘，今朝呢，我是想叫那爷帮我去看这老顽童啦。啊，侬是要叫俺爷帮侬看九只洞，是不是呀？侬哪个晓得我要看九只洞的啦？弯来弯去个洞是没个，就是不是弯的啦？那么就叫老弯洞呀。那么九只洞名，侬总不晓得了噻？那么侬讲嘞，我听听看。侬听懂？我天亮要呼天亮洞，清早起来个洗面桶，万有安住无事啊痛10里地往侬老弯洞，16西山望昆洞，啥工短工都要用，点半回来个洗家洞，半夜三更要进啊洞，姑娘个房间呀一洞，这叫啥东西啦？是木洞呀。我要哭有点无该洞，要哭有该无地洞啊！有该无的是活该，有的无该是头无洞。我还要哭这只笼统，两只耳朵敲松松。过年过节都要用，搿只名字叫震动。我要哭一对恩恩爱爱夫啊启动，搿对手叫跳丝筒。我还要哭这鸡瓜洞，一根米波通天空，一根黄当上当中。上头一记松，个下头不隆咚，铃铃起来麦咚咚，问侬姑娘叫啥个啦？痛！哎呀，这个嘛就是吊死个吊洞呀！哎呀，我还有一根米波洞嘞！一根米波嘛就是一根绳子呀，搿吊洞没绳子嘛，哪个吊你？咦，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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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好个，都在好个，搿不晓得相貌到底好不好啊？哎，九金姑娘，搿好个，我现在那样回来，叫伊早点到俺屋里吃便中饭哦。啥人电话？搿侬到俺屋里坐下去呀？哎呀，不坐的，不坐的，不坐的。坐啊，吃杯去呀？不吃的，不吃的，不吃的。点心吃完去呀？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坐啊，不吃点心啊，不吃。当我不客气了，我不送侬了。搿
金姑娘倒是有所调皮大，哎，门不开叫我坐子去，点心不去么坐啊吃饭去。没看见过，没看见过，没看见过。好过，这等张师傅一来啊，革命亲事，我是一定要想办法定义成功。他为妻儿把
凤凰山，凤凰山上百花开，却少啥呀红梅丹。两兄弟啥是爱美般，与我一同把家归。我家女子好美般，两兄你要在夜不难。你家牡丹虽才好，可惜是路远迢迢真来盼。青青荷叶清水塘，鸳鸯枕对有人赏。两兄啊，应该啥子有红章？两兄你愿不愿配？鸳鸯配鸳鸯，配鸳鸯，可惜你应的不是女红妆。前面到了一条河，飘来一对大白鹅。用力走在前面走，此地后面叫姑姑啊，喏，不叫我来抬头，哪有此我叫用我？你不见是我那对你弟弟笑，他叫你两兄真相眼对我啊。哎，今朝我是爱头毛，从今你莫叫我两姑姑。两兄，小弟讲错了，下次不可。下次不可。眼前一条独木桥，夜里去，两兄亲。
两兄啊，来。一团这金的两个女，也暖也女，小英女啊，我哎，愚兄明明是男子汉，你为我嫁我比女神，走吧，离了京有一趟，见面罢了观音堂。两兄不知道当前一拜呀。好啊，观音堂，观音堂，送子观音出茶房。观音大师没来做啊，我与两兄来拜堂啊。眼里要闪要晃荡，两个男子正拜堂。你呀，俺见过来一女，我同几人有背上，扬起三五几人，才可惜白牛弹尽女宝洞。可叹你两兄碰子女，非是女兄同了风，谁叫你比来比去比他我？请两兄你莫动怒，小弟妹再来认错。好了好了，快走吧。两兄，不认两兄情义深，本30岁父婴，上言道送君千里，送
两兄啊，你我红颜两分开，问爷的外月何夜来交代？我临别想问你一句话，本两兄，你家中可有妾房配？你早知与兄未婚配，今日下问为何来？要是你两兄请必定，小弟替你来做大媒。夜里替我来做媒，大妹子千金是哪一位？谁是我家小姐妹？不知你两兄可惜哎？九妹今年有几岁？他是与我同年乃是上胞胎。九妹与你可相像？他品貌虽像我应得，大妹子人把开不开？好家不中我谢应在，此次多谢眼里来鸟才，两兄你花轿到。切巧自己，哦，蹊跷。我家灵平难分配，心中相思
这位表示当年亲身送。30年待我还为孤单他，这小家是自己带进娃无限心事。就为表让他对我诉说思想话，但为心爱的丝袜就算我文化人走谁到家，让我委屈。看一看。
银黄苍。空对此议论明月，怎奈我把转愁藏。想我张真，爹娘在世之时，与丞相金聪之女眉丹相见，有言定下婚姻，不宜亲王家派，府内则得到金府投亲。岳父见我衣衫褴褛，实非不喜呀。秀明我在必不但办操当公诉，这婚姻之事他从不提起。不知我那牡丹小姐心意是何？唉，好不烦门臣也。
哦，我还是为苏王公诉去吧。
在门外睡着了啊！一声在家要了娘，因我有一道书房。他为我是道书房，再叫我修人大大口难张。你是谁呀？他为我成言不语呀！他到底是谁呀？他到底是谁呀？我鼻子挂要自己眼迷人，变作了美女，陪我到手郎。莫非是牡丹小姐到书房？小明儿虽叫牡丹，却有为国色天香。哎呀，不知牡丹小姐来到书房，神隐啊是神隐，不管啊是不管。小姐，小生失望极了啊！我们还是在月下当书啊！小姐，请坐。你也请坐啊！我有啊。咋啦？小姐，请坐。请坐。好一位美貌的小姐，好一位英俊的秀人也。小姐，咋啦？我站在远头来投情，梦月华明我在比不大白公主为，我上把是谁一张玉。真乃是不愿那
望穿孤灯爱人回，风冷暖谁人理？孤苦凄凉无人陪，每代此情心不安，因此我一笔伤情开了去，小子。岂不为情中举怀张地，梦里写来了傲龙女为好一个龙女为小孙子的结婚是家逃避，光明的灯龙虎帮他母了小贼里终身。你受到功名灯龙虎帮，我看你定有精神好前程，总算是此生成功难责归。每当用功别初心，但愿得夫妻欢愉长相许，跟的那我当今谁非？他妻子悼念夫人用眼泪，更有那苦海好几年真情。
生绿梦梅，谁去花园撒大小泉，仔细看来，原来是幅美神画像。我把面捧为王座，分享莫拜。陪我仔细地观赏一番呀。最莫教言咱相拥，凌波算呀一见风，一见风。你我表冷下梦，似水情浓，胭脂红。原来是真观音，请为我玻璃制作吧，请为我生命名物一无梦。原来是嫦娥啊，啥是嫦娥？不见那祥云飞翔，欲为我不见那鸟兔飞翔。既不是观音，亦不是嫦娥。喂，难道你是我梦中的美神吗？难揣摩痴情画上，这美人儿笑吟婆丽美绿袍，难揣摩痴情画上，这女神儿虚大大，虚大大，可以染上妩媚堂堂，傻得梦寐朦胧情丝，情丝朦胧魂飞魄散。这美谁期盼着两情深缘，将
成心草。我怎么胡思乱想起来了？咦，真水之上有莫计数啊！帮你带我撵来。情有分明是你说，原棍是谁？尚非仙。他年大宝算公卡，不在那边再留边。哦，这一幅是原来女子们的师承图啊！你看呐，美人她挪动身儿，摇着双儿，一双勾纹的眼睛，只管顾盼着笑声。美人，你何必只管顾盼着笑声？你何不追出话来，叫我一声梦寐，也可了却我思心一片呐、美人，来呀，来呀，来来来呀！梦寐啊梦寐，可笑你痴心痴情哟！他我相知。却也是画笔吟从一片春雨烟草酸苦，一种相思两次情梦，我将做水灵灵穷子哟，梦家的花一丛，情意放动。
垂死父，好一个老人，不知你他前来请在也背离，也知情重于是非，悬赏分阳王，不知你。我梦见王兄惨无情，送金儿上金殿，你莫再跪地，人过法故事中曾是你。人家法故于你是儿女情牵，情与光阴间心，王兄亲手今教育俺老王兄，过2年有孩子气，小夫妻争吵是常有的。自古大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必为他们费心机？你莫道要将驸马斩，你要是动一动他，不也不依，嘿嘿嘿嘿嘿嘿嘿，哈哈哈哈哈！王兄宽心为父的。
红草尽为成连理，一边走一边想，我与他同做共同情一场。一边走一边演，我不便男女赛长征，一边走呀，一边想起了谁把里相送他到长亭。夜夜却是却是情，唯一往事情犹记。他曾经梅花透露曾小心，我竟是你所莫的不知音，记得出了城，过了关，他曾经必与樵夫为妻把茶当。过一山，月一山，他说是家有牡丹等我盼，下了山到祠堂，他说是水里一鸳鸯两成双，过祠堂啊见了河，应该是晒不真是眼头路啊。他说是多么家长子女为女郎，他说是装上黄圈要红裳，想起了今夜早已分男女，
张照片与我彩不配，应得谁对牛太君，这女儿许是我俩兄长。也许是长定在，在长定他轻看许菊美呀，想不到九妹许是做英台。应得你这个妹呀，做得对。去是去山要山寨，欢欢喜喜唱起来呀。应得叫我花家扎秋台，那应得叫我两兄放下回呀。叫是急忙路财。林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是地间诚心满意的人家境
断水门不开，这真是你我这块忠女同啊，女郎织女其心为呀丞相请拿，万岁请拿。军人上马万万迎，我与华人须在心。他从没有想过是才女，岂不是期待家人天是真，在金殿不用一头丞相喜，与上林公，你早醉，原来要陪有上礼。看万岁定帅必有意，带路生死情如水。丞相请拿。万岁，请拿。上林三层上楼飞过都玲珑，华东雕梁好辉煌，
也相思，万里情，人上中情，尽我了，哎呀，尽我了。山在树高山相思草，晨早问是真是重，与害羞草。父子草木实有情，真理性，神经当比草金刚。我咿咿呀呀去跳动，他疏疏淡淡话当风，我团一在路上分明，管他有用我照江湖啊，真香啊！你本才是人张金凤，真与你的心连得押韵松，此次请教上。清风有机，乃作音啊！明月无知空照人，云白山青天有意啊！江山作尽地无心，万丈深潭就渔翁是无下钩啊！切人峭壁，却教子皆早为退呀！离情在望不出动，世间事事自己我就懂，我咋能有此也难中，平时个安邦定国好自动。我怪不了少一自杀。哎呀呀，这个月华中来人点不长，李青来此一直叫的，令我急忙不叫是啊，正子请。阿里请，啊，真想不管，摆成了妇女不教。不，必人司机上轿。好，请。
要小心了啊！你既是堂堂男子，比例英勇，为什么体态叫人不惊恐？所以我自幼多病上教呀，从小在父母从悲中，乖如教子不骑马，因此我上江写罢忙将送哟。哦，即是说你我下马而已。多谢万岁。我来到龙寺边，如中白头有雨溪水中，我一腔水里找云心城上，高高的一路一望吉祥梦，百岁此话理气通，君人是我比龙凤，君此人一副无塞守夜的，曾报君外将玉楼，长子兄居安思危不自许，都是为了我先自君。我是不妨明日了理，嫂子令我前往天香观，君臣同饮一盅伺候。万岁！请早再说不去，真正的可要生气了。来呀，园中张灯，摆驾天香观。